李欽安佮李延勝者，一位是知名的台語詩人，一位是書畫家，兩位台南人攏是李中的好友。佇個一間見面當中，一位寫詩，一位來做畫。佇個台灣海岸台語文教育協會的推廣，促成這間雙人的詩畫展。伊學也是應該講是一大師級的，但是伊配合伊的詩來個吼，來安尼甲伊個意境安尼甲伊表達出來，也是真特殊的對了。伊個書法也是真伊個功力啦，我毋是鑑賞家，但是會甲講這是詩畫三絕的一個展覽。真多謝各位來參加這個詩畫展啊，這真算起來是難得啦吼。佇台灣，你看自天安附近一到呾有幾遍的詩畫展，應該是足少的。特別佫是像咱這個台灣最出名的大畫家的畫來展覽，這應該是千載難逢啊。這間的展覽總共有38個作品，配合上午佇個5園光華堂的藝文中心來展出。包括海岸台語文教育協會理事長蔡金安、市府文化局藝術發展科長陳富堯，以及李中的校友總會理事長劉子夢，佮着這位藝文界人士攏到場出席。這個文字吼，就敢若這個詩老師，每句詩就敢若老師是用文字來畫圖共款，吼，每一幅圖就敢若老師。是咧用畫筆咧寫詩共款，所以我感覺講，這個詩甲畫真正是會當互相來結合來合作，而且會當表達出更深層的一個意涵啊！吼。即間展出的每一幅作品，除了詩內面有畫，畫內面嘛有詩，另外還佫邀請音樂家王明哲現場來演唱，場面溫馨。現場出席的貴賓雲集有教育佮着藝文界，以及這位台語詩人有黃喜、陳建成等人。這場的展覽對今起到7月26，歡迎對着台語的詩畫有興趣的民眾會用來前往參觀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